度，吼。啊，咱昨昏大家暗时毋知有吼地动惊到无吼？啊，这大自然的变化实在是真无共款吼。啊，这个地动呢，听迄个气象局讲，较早毋捌有即款的记录就对啦吼。啊，所以真侪咱毋知的事要继续咧发生。咱心中是毋是有对上帝来袂摇动的角度？这才是咱面对着天灾、疫情所有一切的条件，一个安稳甲信心。愿主将这款的信心赏赐伫咱每一个兄弟姊妹身上。咱要三角分享做话进前，同心来祈祷。愿阮的上帝感谢你，互阮这个福分伫自执伫遮。愿你的圣神启示恩典提醒，拢伫阮正人。阮领受你圣经的话语，真做阮的快乐，真做阮的行动，也真做阮见证你的快乐。伫你面前，阮要三角分享，愿你圣神甲阮同在。祈祷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兄弟姊妹，咱今仔日这个敬拜，除了咱分享主的话即个以外，咱小等的有要进行咱的这个异地的祈祷。啊，咱嘛同款遵照这款的信心，兄弟姊妹，你有要受服侍，你靠着信心要领受主的恩典甲异地的，咱准备心小等的到你头前，也请咱的小会员，咱请的代祷团队，大家人心内有祈祷，是上帝要透过你来行奇事神迹。啊，咱今仔日也要为着咱这个幸福小组有6个小组，啊，咱要来去做车派，表示咱要传福音，毋是靠人的技巧、人的财物、人的口才，是我靠圣神，互咱有这样的开展。所以今日我用这个主题福音的使者，广传万邦，来请做咱今仔日的学习的这个主题。但大先我要讲一个进前，我甲谢牧师做伙参与的一个参访的故事。我会记得我是2002年已经20当前啊。我谢牧师有离开咱富强教会，去到高雄的盐埕教会开始一个全新的服侍。迄阵离开的时，阮有一个真大的一个体验，就是讲，好亲像阮已经牧会18年啊，就是讲对毕业18年啊。伫学校所学习，也是伫教会所操练的，就是安怎牧养教会，安怎牧养教会，安怎关心会友，安怎服侍每一个兄弟姊妹。但是到18年后，感觉讲好亲像家己欠什么啦，家己欠什么？所以迄阵阮到高雄想讲，是毋是有一个新的环境，佮对家己有一个刺激，来学习安尼。所以阮就开始展开一个学习的旅途。意思是，虽然你已经是牧师，毋过是毋是重新归零，佮重新开始？其中有一个真重要的项目，就是讲，咱家己可能有限，咱所在的眼界无够，所以就开始做各种的参访来学习其中一项就是去到韩国来参访因的教会、因的发展、因的教会发展的模式、因的制度。所以迄个自会是迄个高雄中会，因真重视这项事所以拢会招牧者招会友，大家做伙办这个团做伙去参加。大兴去是感觉讲新鲜，但是慢慢有感觉到讲，到底上帝安怎伫韩国的教会来施展因的这个大能甲事工所以后来是分2个项目。一个项目是正会友做伙去学习，伫暑假的时阵，咱富强教会嘛有真侪人参与着安尼。所以会使讲，阮嘛是对头开始咧经历讲，当上帝你爱阮过来服侍的年代年过有甚物款的指示安尼。所以
伫迄个2、3月拄啊上寒的时阵吼，即韩国的教会佫办一个专门针对牧者，就是拢是传道人的操练，操练。所以迄个操练呢，就是无会友，就是你家己牧者去，逐日去到遐差不多5、6天的时间，透早4、5点就要爬起来参加灵修，然后才食早顿安尼。迄个花煞吼，因为后几若当的过程中间，遮个台湾去的牧师吼讲，阮参加即个灵修会，领受真多啦吼。毋过较有机会讲，伫刷了后吼，佫有点仔时间，会当去到各地遐有成长的教会实际参观无？实际参观无？迄阵韩国的主办单位就甲阮安排吼，有一年迄阵差不多2004年吼，2004年时，阮就去到一个韩国的泉州一间教会，就是长老教会去参观。这间教会叫做安提阿长老教会。咱就听到安提阿，就随知影讲，伊的教会名就是学习啦吼，学习这间伫初代安提阿的教会宣教的教会。迄边的参观对阮来讲真震撼。我讲阮定心要学习，到底阮欠的是甚物？这间教会因的故事，互阮真大的提醒，是因为这间的教会就是全力投入伫宣教、传福音。这也真侪阮后来伫咧教会事工的中间，牧养教会、牧养会友，但是有一个信念，就是讲一直来强调，基督徒若无传福音，你只不过是一个受上帝恩典的囝儿，但是你无甲听分享出去嘛。你有单独领受着祝福，你这个祝福无去互别人，你敢对？你无完整安尼。这个故事是对遮来。这个安提阿教会，阮一个去看讲原来毋是去参观一间安尼，迄塔尖，大间广场外阔，这间教会生做安尼啦，生做安尼，一条乌乌，这个乌这是啥货啊？你看也无尖的塔，也无是日价啦，迄个乌迄就是因的礼拜堂呢。一个看来讲，这有啥物通好看的吼？咱人拢会用外表看人，对毋对？我嘛是安尼啦，但是入去才知影伊的奥妙伫倒位。原来这间安提阿教会是，这是伊的内景一个像个山洞安尼是一个隧道安尼就对啦，长，深。原来是安尼。1983年，有一位李东辉牧师。伊甲美军因战争的时阵做的迄个帐篷，迄个帐篷铁皮屋啦，甲组内较俗嘛，组内设立算飞机棚就对啦设立安提阿长老教会，因设立的主旨就是讲，凡事就是要用宣教做优先啦。咱所有人要加入安提阿教会，请你先认同这个理念，阮所有的气力。会当偌济，就是要用宣教做优先的使命安尼。因就是奉着《使徒行传》第1章第8节，这个经节讲圣神临到恁，你要得到能力，要伫耶路撒冷、犹太、甲撒玛利亚全境，甚至到天涯海角为我做见证。这段这是中文的这节圣经节大家拢熟悉，但是这间教会毋是念念的过因真正安尼做。伊讲安尼，这段话，互阮的启示是甚物？讲圣神临到恁，你要得到开力然后你来伫耶路撒冷，搁来扩大到犹太，搁撒玛利亚，搁到天边海角，安尼表示阮都爱照安尼做。等于是对耶路撒冷先开始做传福音，对近到远安尼。所以因甲传福音的地域的概念，就安尼甲用落去。耶路撒冷是咧表示讲，因泉州大概就是一个县市就对啦一个城市安尼。然后犹太是倒位因全韩国安尼。撒玛利亚就是
隔壁讲嘛吼，就是亚洲，啊，到地极伫倒位呢？海外全世界，因真正是照即个圣经节的理念，因就是安尼来执行。啊，即张地图就是因，我咧参观的时阵，迄乌点拢是因派宣教师去传道理的所在，一间教会尔，一间教会尔。我看到讲哇，目瞪口呆，讲哦，啊，一间教会，迄比一个教派我做的工较济咧。啊，这乌点是就是十字架啦吼，若斟酌甲看是一支十字架搭伫遐，即是因礼拜堂内底的地图。啊，即张嘛是因的置物柜吼，外面的装饰就是甲规个世界地图拢甲藏落去安尼。啊，即个因的即个啊一间房间内底拢藏着因宣教师去各地传福音，啊，后摕转来遐纪念品，因的衫裤吼。啊，遐个装摊拢放伫即间，啊，互遮个证人参观，啊，了解讲哦，原来啊，恁去到倒位到倒位啊，有甚物款的特殊因的民族的衫吼，拢伫迄个所在做纪念。安条教会因安怎设定因整个事工的内容呢？因初期就是用撒该，啊，恁知影撒该有无吼？耶稣来带撒该来信主的。用伊的个别做因教会的一个理念，伊讲撒该讲，我要将一半来分互送向人，吼，伊就是甲耶稣个别嘛。啊，这间教会真单纯讲，啊，伊一半要互送人，表示伊家己有诶吼，切一半起来啦，剩诶才留起来，佫要做其他路用。所以因就是讲，即个一半对因来讲，就是将教会一半以上的经费用伫什物宣教，用伫社区的福音。用伫自身的救助的顶面，啊，因为即款理念牧师一直讲，会友嘛认同，啊，所以大家奉献讲知影讲，我有一半钱吼，我奉献一半钱，就是要传福音，就是要帮助艰苦人，啊，就是要做宣教，哇，大家人足踊跃、足拍拼安尼，甚至吼因毋拿一半啦，照有即个牧师的报告，因初期的教会用70到80%做宣教路用，啊，安怎呢？因家己足勤俭啦。所以毋得用铁皮屋做因的教会，因讲阮无需要遐尼堂皇的礼拜堂，这个钱拢要用伫宣教的顶面，啊，信徒拢11奉献，啊，11奉献其中20%，就是讲，就是表示伊要归予上帝，啊，维持教会的运作，20%买土地、房屋维修、付贷款安尼，啊，剩的7、8%拢宣教安尼。啊，所以吼，因为经费拢放伫宣教嘛，所以嘛是训练遮个教会各单位哦吼，组织到青少年团契，恁爱家己自立自养吼，毋通靠即个富爸爸甲你做资源，你要家己去找迄个帮赞甲资源就对。啊，甚至有因家己内部组织的足多的社区的宣教、海外宣教的社团组织吼，拢家己去走总啦，去募款。去找经费，毋是等人互你。啊，因为即款费力吼，产生因一种什物？自谋其力，家己去认真去拍拼。啊，即个牧师讲一句话，讲若惯势无互你吼，久就习惯哈。你无想讲我一定要甲教会讨啥货，我就是家己爱去想办法。我既然有即个信心要去做即个事工，就确信上帝会甲我赏赐。啊，就因着用着即款的精神吼，啊。因伫10年前，就是全世界派90国派出400位宣教师，真侪所在，咱台湾嘛有哦。啊，因主要的宣教的重点就是咱台湾、花莲的阿美族，伊嘛有派宣教师去伫遐。啊，所以因伫因的教会的迄个一个岛仔顶吼，甲因要因所去的教会。国家啊国旗拢放伫遐，啊可能迄阵咱台湾有人翕即张相啊，甲迄台湾的国旗，佫另外扭较大支就对啦吼。表示讲因嘛来，啊因吼来台湾宣教，毋是讲拜托恁迄边爱甲阮招待，因家己拢出钱哦。所有的经费、飞机票，包括我遮大食甲大甲食，拢阮家己处理，啊恁甲阮协助就好啊。因就是即款吼置之死地而后生的心情，啊所以。做真侪水的工课，啊，这是因
这图片吼，就是伊各地宣教师所翕上来，甲当地啊，这是咱台湾，哈台湾宣教的这一个墙啦吼，啊因遐故事安尼。即间安提阿长老教会是咱长老教会哦吼，有会友12000个，目标因要3万会友，啊已经几啊当前啊，无搁对在伊的资料啦吼，可能即阵毋知有达到目标无，因要推动3000个宣教师。所以每年用500万的美金做宣教事工，超出教会预算65%。啊，因咧做这事工，毋是安尼空嘴布置，是实际执行。真侪少年人讲，上帝啊，我奉献我的时间2冬3冬，像要做兵安互主用。啊，你要派我去倒一国，去东南亚，啊去南亚，啊去非洲，啊是去即个南美洲，因拢欢喜去。因开创一个以利亚祈祷的这段，就是亲像咱的中保大道。啊，因人多吼，因是安怎呢？因24小时连锁的，正讲真正24小时。暗时哦，一定有家己举锁匙，家己就去就对啦吼。啊，因你知韩国人吼，就惯势用坐伫涂骹有无？坐伫迄个床顶吼，啊祈祷，啊即个是，阮无甲交接，阮对窗仔边甲翕相吼，有人伫内底咧祈祷。壁顶拢搭遮的所有大道的物件资料，啊，即姊妹伫遐咧守望，24小时365天拢无断。啊，这是阮吼伫伊的现场佫翕的即张地图，就是讲显示出伊宣教据点。但因的精神是甚物呢？伊讲因学习初代安提阿教会的宣教精神。因的口号是甚物呢？迄实在是讲有点仔自勉的感觉。伊讲，互阮因为生活无方便，啊，阮才会当专心宣教。吼，意思讲你若家私一大堆，啊，你的财产一大堆，你就走袂开啊嘛。我拢逐项拢无欠，啊，就行就出发啦。啊，所以用这个精神来宣教，啊，实在是对遐互阮真大的震撼。我讲啊，咱来学伊1/10吼，就足好啊。啊，所以我会记哩，后来我甲赵牧师咧思考讲，咱咧牧养教会宣讲主的话，咱其中一项就是一直来宣扬，讲咱都爱传福音。咱无论得时不得时，拢都爱传福音。所以迄时阵，阮嘛鼓励足侪青年人讲，恁都爱去底宣。恁爱去底宣，恁虽然无法当专职的时间，但是会去底宣。啊，热天的时阵呢，啊，带一群青少年啊，去到偏僻所在，去山顶，啊，去海边，啊，甚至去我的故乡七美。啊，恁就是去忍受迄个无方便啦。恁伫厝里吼吹冷气吼，啊，逐项拢款便便，父母甲你款便，恁去啊家己来。啊，所以有诶困礼拜堂的涂骹，有诶困椅仔顶。会去迄阵去到阮故乡平湖吼，连便所都拢无呢，敢若一间牧师馆内底有浴巾啦，定啊，遮囡仔都爱摕因的衫裤吼，去到附近会友因兜洗身躯啦。啊，遐囡仔体验到迄款伫无共款环境的中间传福音的快乐。啊，即阵吼已经经过20冬啊，遮青少年伫教会拢有诶做中级啊，因知影讲因要做诶是甚物。我嘛真期待讲。啊，即间的教会，遮青年因也有一款的 DNA 伫内底。啊，所以这也是咱牧师伫2007年转来了到富强教会，啊接续即个服侍工作。我有看见讲，咱的教会哇，各方的组织、各方面的制度以及咱的团队，逐项拢已经足招备。啊，若会当搁加强伫福音的事工。咱的教会的确要领受上帝更较大的祝福。也拄啊，迄个时阵啦吼，即个宣教的理念甲精神本来就藏伫心内，也会使讲是唤起咱众会友，咱大家是毋是往即个传福音的脚步来迈进？啊，拄啊好有即个咱台湾家己发展的即个幸福小组，用一个团体传福音的模式，啊，互大家袂感觉讲安尼。家己单打独斗啦吼，啊，家己一个囝啊无伴，大家团体做伙受敬，啊，感觉真下即个都市的即个传福音的模式，啊，所以咱毋只后来咱就推动迄个幸福小组，啊，咱到现今已经第5期啊，今仔日稍等下，咱要请这啊幸福小组的组员来到主的面前，伫遮来做伙来做一款的宣告吼。
但咱对即个泉州的教会安提阿教会的即个精神，咱阁转来回顾耶稣以福音的使命的呼召，才会经扎。咱看见即个甲马太福音28章有一个共款的意思吼。即段经文讲，耶稣就开因的心窍，互因明白圣经。开因的心窍哦，原来圣经读无啦，耶稣甲开心窍就看有啊。佮甲因讲，圣经有记载，基督受苦难，第3日要对世人中国啊。啊，过了要创啥物？即句话是重要。伊讲，恁着奉伊的名传悔改，来得到赦罪道理，对耶路撒冷去传到万国。恁就是遮个代志的见证人。啊，无耶稣吼，何必靠安尼？去牺牲定各个他也是日记定死，啊了后故事了啊？毋是啦，故事才当要开始。恁就是遮个见证人，恁要去传悔改的道理，而且是对耶路撒冷，恁家己徛起的所在，传到去到入万国。然后，即款的开力是对倒来。耶稣应答讲：我将我的爸所应允的交互恁，就伫即个城听候，到恁得到顶面来的开力。下日即回即个甲咱读的《使徒行传》吼，路加福音共款是路加所写的嘛，所以这个故事其实是有连贯的，连贯的。啊，所以咱若甲复习，就是讲有几项的重要。第一，耶稣开因的心智啦，吼，咱台语是讲心窍。下日即回有真侪会友吼，拢参与读圣经的运动。请会记哩吼，你毋是读过做你过，你也甲上帝讲：上帝啊！互我明白你话中的奥妙啦，是耶稣是圣神开咱的心窍，互咱的心知影讲这段话遐尼价值，遐尼宝贝。所以现在咱定定咧复习圣经，讲较早我也无即个感觉，今仔日读这段特别有感动。这什么意思？圣神在启示你啊！耶稣开启因的心智，然后伊爱因做福音的见证人，讲奉伊的名。将悔改甲赦罪的信息传开，对耶路撒冷到万国，这是耶稣的使命甲呼召。而且重要的前提是讲，恁爱伫即个城，就是耶路撒冷听候。你原地啊听候，毋是恁家己吼想讲我买就买，讲直到主甲应允的能力赐互恁。我看见。启示录这段话，互我真大的一个提醒，也是讲一段真有联想的迄个感觉啦吼。这段话安怎呢？伊讲我阁看见另外一个天使，伫半空中在飞，伊有永远的福音要传互踮伫地上的人，互逐个邦国、逐个族群、逐个民族，甲讲逐款话语的人。这个空中的天使吼，真趣味、真奥妙吼。伊讲我阁看见另外一个，表示讲即个天使伊是专门要传福音，讲有永远的福音要传互地上的人。伊安尼意思讲，所有世界的人无一个毋是伊的对象啦。逐邦国、逐族群、逐民族、逐款语言的人，空中的天使，真侪传福音的天使。这个空中有真侪联想，对无吼？今仔日咱伫线顶嘛有足侪会友，伫电脑也是手机顶面咧看，咱参加咱这个礼拜，这嘛是空中，敢毋是？咱真侪的文字，真侪的影像，拢是透过无线咧传播。所以，2000年前，这个空中的天使在咧甲咱暗示福音吼，无受地壳的阻挡啊。天使飞到倒位，福音就到倒位。所以今仔日牧师借着这两段的经文，是要互咱三个学习，讲这个福音使者的启发，讲这个天使伫空中飞，这是咱中文的文字同款互咱伫咱的手报内底会当做参考。这个天使伊有永恒的福音要往各地来传福音，而且用各种语言来宣布。而且要用这话来勉励咱，今仔日2场礼拜有6个小组
咱的幸福小组开始要启动，开始传福音。福音使者广传万邦第5期幸福小组，咱正式起跑。其实是顶礼拜多开始啊，顶礼拜多迄个中秋节嘛吼，有的兄弟出外，所以想用即礼拜。即礼拜也真好，就是讲有的小组已经开始叮当啊啦吼，至少四个小组叮当啊，搁2个小组，一个是咱下晡就要开始，一个是咱月底要开始。幸福小组，我感受着讲这个小组员就亲像空中的天使啦，恁就是天使，恁就是四过杯找有着 best 就要甲传福音的啦，各种语言啦，各种族群啦，各种无共款的背景，恁空中咧飞就是无受阻挡，逐位拢去会成，就是为着要甲 best 传福音，这无队友传永恒的福音，这是何等荣耀的身份呢？空中的天使，大家就是啦。咱遮就是咱即个6组的名称咱伫手部拢看有，咱就醒起来。我要分享几张相片，互咱遮的虽然无参与，但是请会记得，恁拢是即个大团体的一份子，恁嘛有即个责任来守望、来祝福、来祈祷。这是咱拄仔拜四法进行的即个幸福小组即个开始的即个激励会啦、分享会拢总有40位来参加，大家人安尼真有大的激励甲分享，有这小组长、副长、这区长，大家来分享来勉励这是这相片。无共款下当工拢讲出因家己的期待，甲因组织介绍因的即个这组员这是咱大家所在无共款的当工出来分享这个分享拢为着是要大家互相激励，讲传福音无困难啦，开始即就足够，你若无开始拢足困难。是咱即个幸福小组一句真重要的即个标语不是很厉害才开始，是你开始了就会很厉害。这句话解释足骄傲你开始就偌厉害，厉害是圣神甲你同工，你就厉害，敢毋是？就亲像耶稣讲，恁伫即个城市听候，恁开始了，恁得到快乐，恁就要为我传福音共款。这拢是这个啥最后一个大家互相吟诗祈祷吟诗祈祷安尼。咱拜二就逐组拢开始闹热起来这组是鼓励小组，是咱以赛亚牧区的你讲拢少年的做无啦，遮拢咱比牧师较侪话嘛，足侪个伊嘛照常甲抢落去都既然毋是我的快乐，毋是我的口才，圣神要叫我做，我就来做。要成就无成就圣神家己的负责，是你要做无安尼啦。所以我真感动是讲，毋是遮少年的会晓电脑，遮会晓做传福音，遮个小组员大家人拢欢喜投入这是因咧筹备大家咧分配任务这是昨昏举行的宝贝幸福咱的即个保罗牧区因所办的即个宝贝幸福小组。嘛是安尼，大家足踊跃这慕道友你茫想讲伊拢排队伫遐等呢，就像要看演唱会排队你甲开门伊就撞入来，毋是呢？迄头疼讲明仔载要开始找无人，你敢知影？祈祷只有祈祷。你家己无开啦，你只有爱靠上帝，敢毋是？这个 best 特别伫疫情嘛，会惊讲你叫我去，我都无方便挂口罩但是一个开始，足侪组员欢喜来，这是因即个鼓励小组的邀请卡，真多谢足侪同工伫遐制作真水的邀请卡，互遮个组员。这是遇到幸福遇到幸福小组因昨伊要较慢到月底开始，所以这是因的这筹备的即个相片啦这是遇到幸福嘛，是真水的一张。邀请卡，因为拜六下晡3点到5点安尼。这嘛是咱的安安幸福小组，因嘛是中秋节就开始暖身
招遮个好朋友，大家来聚餐，啊，开始要邀请因来做 best 吼，啊，这是安仁幸福的小组的这个内容，啊，这是志愿幸福吼，啊嘛是约书亚牧区的志愿幸福安尼，啊，这是因的幸福小组邀请卡，哦，这因昨昏就开始办落去啊吼，办落去啊，啊，咱的志愿幸福吼，就是咱教会吼，自然执事啦吼，啊，甲昌城执事因兜，因咱拜六吼，咱的这个心灵专场足闹热吼，足侪单位咧办，啊，所以因规矩都因兜办，啊，实在是足甘心哦，因为着要办幸福小组哦，规间厝拢甲翻起来安尼啦，规间厝拢甲订翻着订做作，为着要互幸福小组的人入来，感觉讲足温馨吼，啊，有心要传福音哦，拢毋惊开钱就对啦，啊，感谢主啊。昨昏牧师无伫咧，所以无参加。看到因的经历啊，足水吼。啊，迄个空间哦，袂输咱的嘉宾厅吼。啊，这是一个安尼真温馨的环境，为着要互遮个 best 通入捌。啊，佮吼，为着要互因安心食物件，我看讲哇，佮有迄隔板啦吼，隔板做啊足好势安尼。啊，一盘，你看遮个灯光偌用心的，一盘看啊足水的，迄嘛无输餐厅对毋对？无输茶餐厅。啊，这就是因伫隔板吼边仔咧谈道的过程。所以兄弟姊妹，咱会感觉讲，传福音有影有真侪麻烦啰嗦啦，时间无用啊，款这款迄啊，八十要来毋来啊，明仔载吼讲要来，佮甲你临时甲你讲我塞车袂当去啊，阮兜安怎？真侪阻挡呢。信用长老咧做见证，伊讲吼，啊一个要开始办吼，啊困拢困袂去啦，啊足侪代志超烦啦，啊连边伊发生代志，迄魔鬼吼足毋甘愿，你敢知影？伊知影讲你要传福音吼，伊足气的就对啦。但是吼，你安怎对有气力，你得靠信心嘛。就是要操练你讲吼，你家己无外交啦，都上帝就对啊啦，靠信心就对啊，安尼一款。啊，所以伫天光小组吼，毋是讲比人外交，毋是安尼，是讲伫内底咧体验着家己的欠缺，体验着家己的不足，体验着家己的仰望上帝啊，啊靠遮要安怎？要落去吼，啊，佫袂晓要安怎？上帝啊，我靠你安尼。最后牧师要用一个小小的一个人物的故事来做结束。伫南太平洋有一个小岛吼，有一个群岛叫做瓦努阿图吼，啊，即马甲号做新赫布里群岛。英国有一个苏格兰的宣教师。吼，大概因迄个年代就差不多咱台湾宣教的年代啦，吼，100多年前。这叫做约翰培顿吼，伊到遐传福音，到伊离开的时阵，啊，有人伫即个小岛采一个纪念碑，要纪念即个约翰培顿。即个安怎讲？伊讲148年以来的时阵，无有一个人是基督徒。1872年。20几年后，伊离开的时阵，无一个人毋是，就是讲无一个人吼毋是基督徒，表示讲所有的人拢是基督徒。啊，所以大家咧纪念这个约翰培顿，是因为伊教主的车牌，伫当时遐尼无方便交通无方便的时阵，伫1848年就去到遐，比咱台湾宣教吼搁早10几年呢。兄弟姊妹，今仔日咱有6个小组要车牌，啊，咱知影要即个小组因在用偌久的时间咧筹备，要招人，啊，时间爱8礼拜呢吼，有的是6礼拜、4礼拜，啊，因就是讲啊，有影，伫即个传福音，伫即个无方便的时间、疫情的时阵，我愿意受主车牌。啊，所以我邀请兄弟姊妹，毋是即6个小组吼，啊，如果50-60个参与内底，咱每一个兄弟，请你伫周报中看到这个小组的组名，这个小组的副长，这个组员，请你每一天用祈祷来甲因支持。所以，伫空中咧飞的天使，伊四过传福音，咱也望咱福阳教会有参加这份就对啦。咱拢有份伫这份，广传万邦的福音的行动，咱有三个邀请：第一，咱用祈祷
来参与福音行动，咱用奉献来参与福音行动。咱教会对咱建堂完成吼，咱的所有款项贷款拢行了，咱就开始开拓2项的捐款的奉献，一项就是宣教基金，吼，一项就是咱的这个门徒训练，因为这2项就是咱栽培人才传福音的事工，所以咱若有开力你感觉讲我要参与伫这个传福音的事工，会当为着咱的宣教基金来做奉献，然后欢迎咱用行动来参与福音运动。咱有周报内底有写吼，写讲有影要组织一个团队吼，咱毋是随便组呢。讲一个人讲牧师阮招5、6个要来传，毋是这个意思，毋是讲无爱互你传啦。传福音是一个开始哦，刷了较是重要，刷了爱有人甲照顾。这个无队友来到咱的团体，我的这个小组要继续伫咧。所以毋是随便传，无咱要组个20个嘛不要紧。毋过咱重要是爱有小组来甲关心，有团契来甲关心，安尼才会当真正入去伫咱的这个土地，入去伫咱这个团契，入伫咱的小组内面。所以因是爱有组织的，因有关系的，因是有互相咧联系的，然后才会小组来甲因关心，来甲伊牧养，来甲伊领导。咱感谢主，即摆参加幸福小组，有真侪兄弟是头一摆，以前嘛无即个经验，因就聊落去就对啦，聊落去。我嘛要来学习，做伙来服侍，做伙来传福音。所以咱期待咱的兄弟大家有一个备万心。咱今年的11月13到20，要请两位这个名人开讲来宣讲。因要来见证，我期待讲，咱除了幸福小组以外，咱兄弟姊妹，你开始想讲，我有甚物人是我的目标，伊是我的 best 是你上好的朋友嘛，叫做 best 嘛。我有好朋友，我开始为伊祈祷，毋是讲临时敲一个电话讲你要来无，毋是哦。猫咪兄、猫咪姐，我替伊祈祷1、2个月，然后开始甲伊接触，讲你有欢喜，要受邀请来阮教会。要参加这个名人开讲座，咱有的小组筹备袂赴，无法当成立一个幸福小组，但是你嘛会当伫小组的中间办这个福音的大会，来开始互这base的感觉讲，哇，即摆疫情虽然改成安尼，也有咧起，也有咧落啦，但是已经大家拢无受限制，活动无受限制欢喜来参加，互因伫迄个福音主日的时阵，做伙来领受上帝。通过伊的使者来传福音，这嘛是一个福音的行动，一个福音的行动。咱要三个来祈祷，稍等下咱要做异地的祈祷，甲咱的车派，咱同心来祈祷。主啊，主阮的上帝，感谢你，阮有这个福分，用着期待，用着大受祝福的心志，阮要甲这个幸福小组开始启动整个。6礼拜到8礼拜福音的行动，主啊，阮知影，毋是阮有啥物才调，是因为阮确信通过耶稣基督所有的调命，就是阮要伫即个城听候，直到对顶面来开力临到阮，阮就要奉主的名传悔改，甲人即个赦罪的道理，对耶路撒冷遍传万国。主啊，即款的使命，即款的调命。求你互阮放伫阮的心内，知影这是阮基督徒上荣耀的使命，一个受祝福的使命，也是一个恩典的使命。帮助阮，阮奉你的名来祝福所有的幸福小组，互因欢喜受差遣。也每一个兄弟姊妹用祈祷来支持，阮也每一个人拢有阮的朋友、无道友的朋友，阮为着因祈祷，要邀请因做伙来加入这个受祝福的行列。伫你面前，安尼感恩祈祷，我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安尼，希望咱大家要做伙来